马太福音第11章16节到19节、25节到30节。16节，我要用什么比评这世代？因亲像一阵囡仔坐伫市场口对另外一阵花。阮对恁分品仔，恁无跳舞；阮唱哀歌，恁嘛无悲伤。约翰来无食无啉，人就讲伊互鬼附身；人子来嘛食嘛啉，人就讲伊是贪食好酒的人，是冒衰的甲罪人的朋友。不过实在的智慧对行为得到证实。25节，迄时耶稣讲：爸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有将这的事对有智慧、有学问的人藏起来。毋过对细汉囡仔启示，爸啊，是啦，因为这是你的好旨意。我的爸已经有将一切拢交托我。爸以外无人捌囝，囝甲囝爱要启示的人以外，嘛无人捌爸。若讲背重担的人拢着来我遮，我要互恁安息，着陪我的担来对我学，因为我的心温柔谦顺，安尼恁的心神就会得到安息。我的担合用，我的担真轻。